我的后一个歌仔，捌对我做过真无好的代志，就是珊珊，来呀！来吃坐啦！哎呀，来这唱歌给爸爸听，有啥通好歹势？唱歌给爸爸听。乖。阿雄，你哪来啊？我就下港一个表兄，寄一个水果给我想要摕过来。多谢，来这坐。代志发生以后，我走去找我妈妈。妈，我想要去阿公因兜。你啥早要去阿公因兜？伊安尼黑白问我无介意。啥物啦？你莫后尾讲，伊是恁爸爸。伊才毋是，我话住伫遮啦。你搞中去啦！我想要去阿公因兜，我想要去阿公因兜，我要去阿公因兜。伊是恁爸爸，你是听无？我喊你这摆过，你真闹啥？你都袂当替我想看卖哦！啥物都不准讲，都样都不准去。我去甲这个做的这纸拢挂好破，因为迄当阵的我，真正唔知道要安怎才好。所以迄张纸才会变成安尼啊！这纸哪安尼？拢伤着啊，搁湿去啊，这要哪用啊？你定做啦！我怀疑德哥啊对珊珊做无好的代志。隔天，我就去德哥啊行去迄间面摊找伊。德哥啊，我拢看到啊，你的手放伫珊珊的大腿，你对珊珊做什么代志？甲你有啥物地带啊？现在珊珊别甲讲心讲心，你对伊做什么代志？你哪会这啰嗦啊？啊，恁家的人是安怎？啊，不是伫咧找我的麻烦呢？你来告我！珊珊是我的，我想要安怎就安怎，我爽就好。你拍我一句，我会算伫咧珊珊的身躯顶，像愈来愈大，愈来愈亲像查某人我甲你讲啊，你若是敢搁甲珊珊磕一下，甲你拍死我也无你惊，听到无啊？好啊，好啊。你今日若无甲我拍死，今日你甲我拍，我拢算珊珊的。我随去学校接珊珊，带伊转去车厂。
第二天，我才知影德哥出车祸的消息。德哥虽然死啊，也毋过人闻到伊规身躯拢是酒味，伊车内底还阁有真侪还未啉完的酒，所以警察判断德哥啊，伊是啉酒开车才会出车祸过身的。所以害死德哥的人，是你，是我。德哥死，所以我感觉真安心嘛。因为安尼珊珊就安全啊。我感觉我若无甲拍，无咧甲，德哥也袂出车祸啊。袂输我甲海同款，我捌想过，被警察叫自首。自首啥？这种本事，容易死多了。